尼，比那爱古杜基阿尼尼，法鲁古杜基阿尼尼，比那爱古杜基阿罗穆尔基苏多沙法。Enam ku tuki a lomuat kaku. Pina ai ku tuki a ma futi kisu. Siwa iraku pangkyo. Ku tuki a ma futi kaku. Sakafaru aliyat. Patingwa ngai ho jika cao kaku iroma chi sao chi sunai hao chi sao ma kaku awa ai chi sunai ukaka aku Iruma masalah cingra hai ano hajua a minokai cingra hajua minokai cingra tala enho minokai ano honi sakasiwa aria Miliso to akong. Talachua kiso inachira. Talachua kiso inachira. Talarutuk kami. Amiliso ci akongan. Umaan ku sapatara. Ni akong itamuanan. Uwarau. Uturun. Atau ronget. Sakamutep aliyat. Mafana kaku micuka. Mafana kaku micuka. Uma micuka kaku ci inaan. Maka pah ku mata ni ina. Cirarem ku fokus ni ina. Ningra. 扎任吉拉任就是亮晶晶的萨米亚米亚在内喊的。好，今天手上的正大的教材，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总复习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下课。来好，好，我们现在这是这一次族语认证的课程的进度也算是我们海岸阿美语的一个说法，一方言这是我们一定要考的一个口试我们的口试这次呢，在100%里面占了30%，就是口试口试的话就是。在录音带这边他会问你们，然后你们用回答的，只要答对一题，你就得到6分。如果说你答对一半，那就得到3分；答对一点点，你就得到1分。所以在我们这一次96年3月10号要考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口试当然等一下呢，听说我们也可以考然后。看看我们第一题
第一题，他要问的是我爱啊，这边有一个我爱，好，我爱好技术，我爱好技术，你们要怎么回答？啊，对，妈妈啊，妈妈安阿扎，然后呢，然后技术哈尼，这是正确的答案。爱好技术，大家一起回答来。嗨，这是答案。好，第二题，起码公安安你说，然后这是你叫什么名字？大家都要自己讲自己的名字。起码卡木。金蒙安安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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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样都有自己的原住民的名字哦。然后这边写说，然后某某人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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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像老师一样，我的名字叫做沙西米，原住民的名字叫沙西米。人家问说，金蒙安安，你说信息，我就说，沙西米过安安哪个？如果说你说起码过安安，你说你最后讲说吉哈纳也可以，但是最后得到2分。最标准的答案就是什么人过安安阿过就改阿过，这个改阿过。好，第3题，那一组啊爱去说阿妮。你今天从哪里来的？那你要怎么回答？啊？那一大告就打告，来，那一大告，嘎古阿尼，这个技术你就改一个嘎古，好。那一大告嘎古阿尼尼，别念。好，第4题，有信息技术。对，这边写说咋哎呀，咋哎呀，我不是老师。他说你是老师吗？有信息技术咋哎呀，我们让技术。我们地理大学嘎过，对，好。第5题，有信息过妈妈一说，你的爸爸是老师吗？你怎么回答？有米夫丁爱，有巴拉卡代，哦，有马达亚来。他问你爸爸是不是老师，你也可以讲说哈伊，你的爸爸是当老师啊？对呀，在家里当老师啊，也可以嘛，对不对？但是标准的答案，如果说你爸爸是米夫丁打的米夫丁爱，米夫丁爱过妈妈阿过我妈也可以，好。第6题，一组啊过罗马说，哦，那我要问最后面的，一组古罗马说，啊？一做古罗马说，哦，你说一罗马做，哦，小港，一小港古罗马过，你要回答，一做古罗马说，你的家在哪里？你就说一大告古罗马过，你一定讲说我的家在高雄，你不能讲说你家在哪里，在高雄。你叫什么名字？沙西米。就不对，一定后面要加你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高雄，这样子，好，这个意思这样哈。这个考试的时候一定会有出现哦，他会问你说一组啊古罗马说，你就说一大高古罗马哥，也可以说一不送台东，一不送古罗马哥，这次考试一定会出现的。好，第8题。一组啊，古比地利达尼说，你的学校在哪里？那你怎么讲？来，大家都要讲。来，
哦，因为他在小港国中啊，你是前镇国中，哎，前镇国中是哪几个？哦，有的新人国中、中山国中，哦，如果说你是中山国中，中山国中过比地里达那个，你看一组哎，然后你的学校在这里，中山国中过比地里达，然后这个要改过，哦，你看中山国中。过比地里达过，这样很简单。好，第9题，大家老外技术，大家老外技术，你很高吗？好，我问你，大家老外技术？哦，主啊，不能来加过，这个答案也对了，得到大家老技术，这个6分呢，6分呢。你也可以讲说，大家老技术，大家老加古，这样的一个应答好，第10题，比那多个米黑扎安你说你今年几岁？他不会问你说你今年几岁，只有问阿米斯呢。比那多个米黑扎安你说，只有听到这一句而已，没有翻译说你今年几岁。只有问比哪多过米扎你说，然后你马上在录音机里面，在15秒当中，你一定要答案出来。来，好那比哪多过米扎你说？哦，沙法利马过米扎那个，他说他15岁。比哪多过米扎说？沙法利马可以，但是只有2分，你也拿到6分。沈邦邦，你比哪多个没在？你说？沈佳莹。哦，是在沙发哦。18沙发哦。18沙发也可以，沙发18也可以，都可以。14岁，好，好，再来第11题。巴比那爱过为人一说，我不解释，我马上问一个，巴比那为人一说，你呢？巴比那为人一说，法路，那个司令，巴比那为人一说。答案就在这边。巴比奈古维朗一说，你就说阿罗曼古维朗阿古，不能说自在杜萨利马10个，还不要这边一直算，15秒过去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只要说我的朋友很多，阿罗曼古维朗阿古。好，标准的答案是阿罗曼古维朗阿古。好，第12题。巴比那过巴罗诺罗马一说，哎呦，这个也在问数字哦。好，巴比那古罗马一说，标准答案6分，得到了100分了，等于就是1题得到6分了。巴比那过巴罗诺罗马，那么你家里的人有多少人？那你就讲，你不要在那边算一个连阿公38个，哇！多路不瑞发路，不要再一次算。你现在就想一下，最简单的数字，不管是多路、利马、比度也都可以。好，只要有一个数字，不要太少。自在，你的家里有多少人？1个自在就不行了，最起码3个、5个，好不好？最简单的利马，不管我家里有8个人，怎么说利马？你那个8个你不会讲嘛？发路不会讲，你会讲5个。立马，拉立马过巴罗诺罗马阿过，你看巴比纳，巴比纳，这个跑掉了啊！巴比纳多少？过巴罗诺罗马阿过，这边你要数字出来，拉立马5个，拉立马。过巴罗诺
罗马，然后呢，这又改什么？阿哥，你看，巴比纳古巴罗诺罗马一说，拉里马古巴罗诺罗马阿哥，安那会不？会不会？会，很简单。好，第13题，巴比纳嘎莫阿马拉嘎嘎。马里嘎嘎跟马拉嘎嘎，这个马里都可以，马里嘎嘎、马拉嘎嘎，就是来，巴比纳卡姆马里嘎嘎。这样也对了。大杜萨卡米马里嘎嘎，他说有2位他们是兄弟姐妹，也可以。萨斯巴打杜鲁打杜萨。打杜萨是标准的现在是有的是没有生孩子，有的是只有1个有的是4个才生1个就是2家生1个巴比纳嘎莫阿马拉嘎嘎，你就说打杜萨杜萨打杜萨嘎米。嘎木就是改嘎密马拉嘎嘎，这个重复可以用啊。你看，巴比纳嘎木阿马里嘎嘎，你说达杜萨嘎密马拉嘎嘎。好，14题，看一下。好，马法纳基数马萨格罗，马法纳基数马萨格罗，我们台东的他说马萨格罗马格罗哥，就这样马哥马上马格罗不，他没有写这个沙，马上直接就这个马萨格罗就是跳舞马萨格罗马格罗爱就是这样马萨格罗萨格罗格罗是你们蹦那个跳舞一般不一样，这样砰又不一样，萨格罗跟马格罗就轻轻的，来会跳舞的是谁？来出来，来，谁？来我们跳1分钟2分钟，快点，这个叫做马格罗，没有出来，来2分钟就好了，快点出来啊！阿密斯也可以，都可以，随便，来预备。怎么？快点表演一下快点，来2分钟就好了我们看看，这个叫做马格罗萨格罗，来，快点。好，不会你就来，预备，我们要不要节奏？来，我们看看我们他们马萨格罗要不要节奏？好，预备，来，来。预备起！这个叫做马萨格罗，马法纳格基数马萨格罗他这边写说。马法纳基数马萨格罗，他们会不会马萨格罗？会不会？然后呢？马法纳，张拉马格罗，所以这边就加一个来预备念然后马法纳，然后呢这边嘎固，来预备起。马法纳嘎固马萨格罗，这样就标准的答案，你也得到6分了。好，第15题，马法纳基数苏姆瓦多诺阿米斯，这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好，你用国语来翻译。你会用阿美语讲？对，你会说阿美话吗？那你们会不会说阿美话？那然后呢？答案呢？
也是一样，哈伊一边念，哈伊马法那嘎古阿苏姆瓦多努阿密斯。嘿，有人问说你会说阿美话吗？是的，我会说原住民阿美话。对，好，第16题，巴拉利基索阿苏姆瓦多努阿密斯。哎，一样的阿密斯，阿密斯差在哪里呢？差在这里，巴拉利，你常常说吗？时常说吗？时常说原住民阿美话吗？你就答案怎么打？怎么打？硬打。哈伊，来一遍念，哈伊巴拉利嘎古阿苏姆瓦多诺阿密斯，这样就对了。好，再来第17题。马乌拉基索阿苏姆瓦多诺阿密斯，哎，一样的阿密斯是什么？马乌拉，马乌拉是什么？喜欢。马乌拉基索，哈伊，好，再说哈伊，这个要改嘎咕啊，来，哈伊别念，哈伊马乌拉嘎咕阿苏姆瓦多诺阿密斯，很好，标准答案。第18题，马乌拉基索阿米能多迪利比，马乌拉基索米能多迪利比，发挥。海义，他说海义没有错，2分，怎么样才得到6分？哎，马乌拉基索米能多迪利比，海义是2分，或者是你要拿4分？海义马乌拉嘎古几分？4分。海义马乌拉嘎古米能多迪利比，哇，这个说法一样。你喜欢看电视吗？是的，2分。你喜欢看电视吗？是的，我喜欢，4分。你喜欢看电视吗？是的，我喜欢看电视。一定要说这个电视才会得到6分。来，我再问大家，马乌拉基索阿米能多迪利比，来一遍念。对，标准答案。好，第19题，马乌拉海基索米朱拉，朱拉是什么？朱拉不是主尬，主尬是画图，朱拉是读书。他说马乌拉基索阿米朱拉，我们怎么答案？哈伊马乌拉爱嘎古阿米朱拉，标准答案。好。第20题，来，马乌拉海基索阿罗马丢，马乌拉海基索阿罗马丢，怎么回答？哎，对，好，这个部分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哦，先暂时休息1分钟，哎，不要走开，啊，什么？好，开始啊！这个部分这是配合题哈啊，你们听听看一看是，我们就写啊是哪一个 A B C D E 哈好。第一个，如果说我用国语来问的话啊，我不要用啊，不要用国语的哈，用阿密斯。巴比纳go巴罗诺罗马纳姆 ，enem go。巴罗诺罗马尼样是第几？这个第一个，猪啊，猪第一个。然后呢，我们第二代好精啦，咋呀？有信息精啦，啊，就是有信息精啦，哎，有信息。好，再来，妈妈按技术。阿萨萨嘎古是哪里？阿萨萨嘎古，哦，阿萨萨就是这个，对不对？哎，好，再来，马乌拉啊，马乌拉，
好意马乌拉是哪里？啊？西好啊，哈古阿多古多基伊马蒂尼啊，18多古多基马蒂尼是第几？多基是哪里？这是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配合题，每一题3分，这个如果全部答对了15分，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戳了这1组还是2组3组，还是第几组？这个一共有10组，但是考试的时候他会抽1题。好，再来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组的部分哦。来，第2组部分你看看，A B C D 的哈。Papina ko paronoloma namo 34 ko paronoloma niam 是第几？这 B 是这个对不对？然后再来无星系经了，咋呀？乌米地里来经了，猪这是梨再来妈妈技术阿拉萨卡古。阿萨萨哪里？他生病了，对不对？生病了。好，然后呢，再来马乌拉咋呀？马吉沙了。他说下雨吗？不是，出太阳。再来哈古阿多古多基马蒂尼18多古多基伊马蒂尼是哪里？这个最简单的又重复。好，第3个这个第3组的配合题看看Papina ai kamu amara kakak cecaiku fafayan akaka atau cecaiku fahian asafa 是哪里？他们是姐妹对不对？Bapana kamu meeting kira umaan Quran uparar Quran uparar 也是主语一巴拉再来马乌拉早有马吉拉哪里？又是出太阳了，这是 A 对。好，